你还敢开口？我让你带矿回来，你带什么回来？它是矿吗？它能烧吗？烧不了。开席吧。我家那口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，处处挑刺。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，非要出去找废差事，弄得全家都不得安宁。我家里也是，天天闹着回娘家，还要向花园学习，不给洗脚，不再回来。来，舒儿，你我父子二人许久没有一起喝酒了，今天一定不醉不归。芊芊啊，听舒儿说你在花园城时经常参与政务，且业绩颇丰。那不如你来说说，刚刚你这几位叔伯的矛盾该如何调解啊？想问在座的长辈，家里的家务谁来操持？我家夫人啊。孩子谁来养育？我家夫人啊。父母谁来照顾？我家夫人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家的夫人就像是伺候你们的丫鬟，照顾孩子的乳母，服侍父母的仆人？看似一个人在家里享清闲，实则上是一个人做了3个人的活。那在座的各位叔伯，有没有对自己家夫人说过一句“谢谢，辛苦了”？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们不曾对家里的管家、厨子、仆役说这样的话呀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夫人也就像管家、仆人是一样的了？荒唐，这是诡辩。哎，少君还给他洗脚呢。说到底，女人也只能做这些东西了，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？不对，女人可以在家里操持家务，也可以在外跟男人一样处理政务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我来考考你，司户统计近些年的出生人口，发现人口逐渐下降，究其原因是男女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对不对？女子开始和离和改嫁，甚至有些人不成亲，导致生育下降，青年男子减少。那大家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吗？玄虎城男子自以为是，不问对方喜好就擅作主张，说白了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做什么说什么都得听他的。这样的男子谁会喜欢？依我看，就是你们这群女人在搞事情。我们玄武男子相貌堂堂，谁不喜欢？以后凡超过16岁未到婚嫁的，都要交罚金。罚金？单身税？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交税不够，那不嫁人就直接关起来。荒唐！出现现在的情况是女人的问题吗？这分明就是男人的问题啊！你们不想想如何去改变男人的问题，反而把责任全部怪在女人身上，有趣。依你说，那该怎么办？想不出来就算了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开放玄虎城与花园城通婚。花园以女子为尊，玄虎以男子为尊。自古以来，两城势不两立，何以通婚？玄虎花园两城僵持，两城的人民也受到了影响。说到底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。比如说，虎，在玄虎城是威猛权力的意思，可是，在花园城
就是傻愣愣、莽撞、没脑子的意思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过近2年也是有可爱的。对内呢，我们可以解决玄虎人口下降的问题；对外呢，我们可以化解两城因为文化差异矛盾形成的误会跟隔阂，交换资源，这样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裕繁茂。怎么样？咦，花园城的女人可不敢娶哟。可你们的夫人、女儿、姐妹可都想嫁给花园城的男子呢。甜言蜜语型的，威猛无比型的，温柔体贴型的，胸大无脑型的，各式品种，只应有尽有。姐妹们，想嫁吗？常言道，聘祭司臣家必亡，妇人们还是推居内室为好。今日到此为止吧。父亲，我觉得小千所说的不无道理。你还敢开口？我让你带矿回来，你带什么回来？它是矿吗？它能烧吗？烧不了。